一二三，春天的花蕊生做这呢水，亲像相爱的约定。但是无人伫我身边，这一切拢无意义。春风吹往去一片，为日头到暗暝，亲像天注定片无花开的香味。敢有人在等我？敢要互我知影？敢有人接受我？了解我的心声？敢有人在等我？敢要听惜我？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我们要教唱的这首歌呢，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有人在等我。这首歌是民视的明日之星20冠卫冕总冠军的得主蔡家珍自己演唱，同时自己做的词和曲，哇，年轻有为呢真的很棒这首歌同时也是台视8点档美丽人生的片尾曲，强力放送的片尾曲。这首歌是家珍自己演唱真好听。来，我们来练习这首歌。这是一首D大调4拍子的歌曲速度是1分钟呢132很快。对，真的，当然你刚刚有听到我唱嘛真的很快真的蛮快的。不过呢，它每一个小节并没有塞很多的音但是唱起来节奏就是快了来，我们来看看，来，第一个小节，来1、2、3，嗦啦哆哆哆，瑞哆瑞哆嗦咪。再一次来，嗦啦哆哆哆，瑞哆瑞哆嗦咪。来，春天的花蕊生做这呢水。再一次来，春天的花蕊生做这呢水。嗦啦哆哆哆，嗦啦嗦，嗦啦哆哆哆，嗦啦嗦，亲像相爱的约定，亲像相爱的约定。嗦啦啦哆哆，哆瑞瑞，哆哆瑞啦哆，嗦啦啦哆哆停，哆哆瑞啦哆，但是无人停伫我身边，但是无人停伫我身边。拉嗦咪瑞哆咪瑞，拉嗦咪瑞哆咪瑞，拉嗦咪瑞哆咪瑞，这一切拢无意义，这一切拢无意义。这个但是无人伫我身边，这个字呢要念D音的就是 D 滴滴答答的 D 要这个来，春天的花蕊生做这呢水，亲像相爱的约定。但是无人伫我身边，这一切拢无意义。嗦啦嗦咪瑞瑞咪嗦，嗦啦嗦咪瑞瑞咪嗦。春风吹往往这个往往有2个音，咪瑞。春风吹往去一片，这个是一片那一片这个是这个连了讲这个是台语台语字台语的字的写法这是那一片。春风吹往那一片那一片，这是一片春风吹往去一片，咪瑞瑞咪哆，咪瑞瑞咪瑞哆嗦啦，咪瑞瑞咪瑞哆嗦啦。这个呢对日头到暗这个是暗是闭口音但这个对日头不是我们看字是写对日头，可是蔡家珍呢，我听起来他是唱
为日头啊，就是从日头到晚上了哈，从白天到晚上，为日头到暗暝哈，所以这个我写了一个畏啊，畏寒，那个这个风吹来会畏寒，有没有会冷啊？这个畏寒的畏，为日头到暗暝，春风吹往去一片，为日头到暗暝，过一摆。春风吹往去一边，为日头到暗暝。拉嗦咪瑞哆，嗦拉咪瑞拉哆瑞哆，2、3、4、1、2、3，拉嗦咪瑞哆，嗦拉咪瑞拉哆瑞哆，2、3、4、1、2、3。歌词，亲像天注定，片无花开的香味；亲像天注定，片无花开的香味。1、2、3，敢有人来等我？我们主歌唱完了，接下来进入副歌怎么样？哇，这个副歌呢，强力的放送。敢有人来等我？沙嗦嗦啦嗦哆嗦咪咪，啦嗦嗦啦嗦哆嗦咪咪，咪瑞哆瑞哆嗦咪，敢要互我知影？敢要互我知影？哆啦哆哆嗦啦嗦，敢有人接受我？敢有人接受我？咪瑞哆啦哆瑞2、3，了解我的心声。咪瑞哆啦哆瑞，了解我的心声。啦嗦嗦啦嗦哆嗦咪咪，咪瑞嗦咪嗦咪瑞。来，我们看这个副歌这个第2摆啦哈，来1、2、3，敢有人在等我？敢会听惜我？啦嗦嗦啦嗦哆嗦咪咪，咪瑞嗦咪嗦咪瑞，敢有人来等我？敢会听惜我？哆啦哆哆嗦啦嗦，哆啦哆哆嗦啦嗦，答应好爱我，答应好爱我。嗦瑞咪瑞瑞，啦瑞哆，嗦瑞咪瑞瑞，啦瑞哆，陪伴我一世人，陪伴我一世人。好，来这样子副歌就结束了。来，我们把副歌连起来了。1、2、3，敢有人来等我？敢会互我知影？敢有人接受我？了解我的心声？敢有人来等我？敢会听惜我？答应好爱我，陪伴我一世人。唱到这里呢，第一遍主歌跟副歌都唱完了，接下来间奏10小节，然后1、2、3，嗦啦哆哆哆，瑞哆瑞嗦咪，嗦啦哆哆哆，瑞哆瑞嗦咪。心内的声音遐尼清晰，心内的声音遐尼清晰，嗦啦瑞哆啦哆咪啦嗦，想要讲嘛讲袂出嘴，嗦啦瑞哆啦哆咪啦嗦，想要讲嘛讲袂出嘴，嗦啦瑞哆是哆。嗦啦瑞哆是哆，想要因为期待，所以伤心，因为期待，所以伤心。
接下来呢，目屎就渐渐地啊。啦咪瑞啦，啦咪瑞哆啦啦瑞，啦咪瑞哆啦啦瑞，目屎就渐渐地，目屎就渐渐地。哎，来到这边呢，因为我们要换页，要换下一页了哈，所以我们把主歌2前面的这一段先把它练熟来。心内的声音遐尼清晰，想要讲嘛讲袂出嘴，因为期待，所以伤心，目屎就渐渐滴，哪会看袂清？哎，来，我们看谱。嗦啦嗦咪瑞咪，嗦啦嗦咪瑞咪，哪会看袂清？瑞咪瑞哆啦，人总会分离。瑞咪瑞哆啦。人总会分离，嗦嗦瑞咪瑞瑞，嗦嗦咪瑞哆西哆，1 2，嗦嗦瑞咪瑞瑞，嗦嗦咪瑞哆西哆，2 3 4 1 2，停停。偏要等待，不是我的迄段情，1 2，停停。偏要等待，不是哎，对不起，来，偏要等待要停一拍，然后不是我呢，前面还有半拍哈。偏要等待，不是我的迄段情，哎，这个是后半拍嘛，再来一次来。偏要等待，不是我的迄段情，2 3 4 1 2，停停，1 2 3 4 1 2 3，敢有人咧等我？敢要互我知影？敢有人接受我？了解我的心声？敢有人咧等我？敢要听惜我？答应好好爱我？陪伴我一世人。停停，接下去呢，间奏5小节，然后1 2 3，敢有哎。看到一个C六的符号，哎，我们知道了哈。C六的符号就是回头往前去找 C六的符号在哪里，在这里主副歌这里了哈。所以呢，我们我们唱到这里了哈。敢有人咧等我？敢要听惜我？答应好好爱我？陪伴我一世人。3 4 5 6，停停，间奏5小节，1 2 3，敢有人咧等我？马上接副歌。敢要互我知影？敢有人接受我？了解我的心声？敢有人咧等我？敢要听惜我？哎，唱到这敢会听惜，我们看到一个符号突扩大，扩大在哪里？伫这哦，所以咱唱第3遍哦，就是后面这里哈，反复啊。C六反复呢搁唱到这，敢有人咧等我？敢要听惜？请跳副歌，敢要听惜我？3 2 3，其实这个呢，我跟这个呢，so me，这个敢会听惜我是一样的哈一样。可是呢，这个我只有你看，一个只有3拍啊，我只有3拍，这里呢后面还要延长3拍哦，来。敢会听惜我？1 2 3，答应好好爱我？陪伴我一世人。停停，到这边呢，
这首歌才有整个的唱完啊。所以呢，总结跟大家呢这个讨论一下这首歌呢，这个整个的歌曲行进的这个曲式呢，这个主歌一然后接副歌那唱完之后呢，间奏10小节，继续主歌2，好，我们换一页然后唱一个不是我的那段情，2 3 4 1 2 1 2 3 4 1 2 3，敢有人马上接副歌继续唱呢，又唱到陪伴我一世人，间奏5小节，1 2 3，敢有人马上接副歌这个谁扭嘛马上接副歌，在等我，敢会予我知影，敢有人接受我，了解我的心声，敢有人在等我，敢会听惜情调扩大，我答应好爱我，陪伴我一世人。停，看到 FINE 的符号，这首歌这样2遍半就唱完了这首歌呢是明日之星蔡家珍自己作曲自己演唱的歌曲这个我们要支持年轻人这么棒的写出这么好听的歌曲同时这首歌呢，目前也是台视8点档美丽人生强力放送的片尾曲我们赶快来去 YouTube 呢搜寻一下这首歌来听一下然后回来呢练唱这首歌就发现真是好听了那个唱的比岳云老师好听多了，对不对家珍你好棒这个今天介绍给大家这首家珍的有人在等我欢迎大家呢到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频道订阅、按赞、分享岳云老师会经常的制作新歌老歌好听的歌到 YouTube 和大家分享，大家一起来练唱。今天这首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